喺個高達2.6萬億美元市值嘅加密貨幣大池子入面，木頭姐 Cathie Wood 呢位華爾街女股神周二出咗一個超級重磅警告，話99%嘅無因幣最終可能會淪為一文不值嘅數字廢紙。咩係無因幣呢？呢無因幣啊，就係基於網絡梗流行文化甚至政治事件誕生嘅數字貨幣。好似之前特朗普總統就職前幾日，佢個團隊推出嘅特朗普幣，嗰真係轟動一時，單日交易量直接突破數十億美元，好誇張啊嘛！作為掌管500億美元私募基金嘅大佬，木頭姐明確表示，佢嘅基金根本唔會碰呢啲嘢。點解呢？佢指出區塊鏈同 AI 技術一結合，數百萬種冇咩實質價值嘅無因幣就冒出嚟啦，十足係喺創造超級大金融泡沫。今年2月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聲明，唔把呢類數字資產當證券嚟監管，呢就好似俾無因幣嘅狂歡加咗一把火。但係木頭姐直接開炮話，我就想同啲入去嘅投資者講一句，買家自慎，唔好到時蝕到清光光先知道後悔。要知道監管機構可唔會為呢啲泡沫埋單。雖然特朗普幣後嚟價格暴跌，但木頭姐覺得好似呢種帶有強烈個人 IP 屬性嘅數字狀品，有機會有長期價值，甚至可以成為經得起時間考驗嘅數字文物。呢個觀點都算好獨特嘅。一邊唱衰山寨幣，木頭姐一邊又重申對主流加密資產嘅看好。佢覺得比特幣、以太坊同 Solana 呢啲頭部公鏈嘅實用場景係呈指數級增長，仲話到2030年比特幣突破100萬美元都唔係冇可能。不過現實數據有啲打臉，目前比特幣交易價格喺8.2萬美元左右浮動，比起去年嘅高位跌咗超過13%。最後木頭姐特別強調，區塊鏈真正嘅價值在於同 AI、物聯網呢啲前沿技術深度融合，而唔係短期投機炒作嗰一啲嘢。佢提醒投資者，等潮水退咗，就知邊個係喺攞榮啦。啲追熱點嘅投機者，最後可能咩都攞唔到，而真正嘅價值投資者先可以收穫時代紅利。喺呢個加密市場上落嘅當下，木頭姐呢番話真係好似俾熾熱嘅市場潑咗一盆冷水，值得我哋好好諗下。